来看宜兰大溪乡的李良川甲宜兰大学合作，协助当地农民成立无人机队，用无人机来监测农业的数据，进行임产业肥，卖当来预测产量对提升稻仔的产量是有正大的帮助。咱做伙来了解。 无人机伫田内底监测精准灌溉施肥产量预测。宜兰大学团队伫大溪一良村2年，结合当地农民甲青农，成立无人机队。那年轻人在带入一些这些科技进来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会怀疑，经过这个一个比较长期的沟通，然后去用实物的去。 实际的做给他们看哦。劳动力老化是即马台湾农村普遍的问题，如何让资深农民接受新设备，加轻少年人投资是重要问题。我们做这个机队的成立，主要还是希望年轻人能回来，在地的农民，就是2代农民，他们可以组织一个团体，然后互相支援。 无人机队有效提悬效率，解决农村人力不够问题，吸引少年人愿意投入。举例来讲，机队随时监测数据，经过统计分析了后，应用人工智慧技术建立模型。宜兰大学团队伫李良村一地4分地，用无人机了后，发现年产量提悬差不多300公斤，已经有效减少使用肥料。 针对真正少量的缺肥的植物去实施精准施肥，然后我们达到减少20%的肥料用量。无人机的操作爱有证照，宜兰大学讲青农愿意投资成立无人机队，学晓无人机的操作，考证照了后，也透过在地经营，甲在地自身农民斗阵投入，共同提悬农村工作效率。未来会将宜良村成功经验继续对外推广，在台湾打造更较侪智慧农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